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2020年8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超前的准备啦吼。耶稣基督甲门徒讲，着爱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的教比较较简单的讲法是讲，歹的教，也是讲一种咱较清楚来去思考，会当讲分几个层面来看。法利赛人上大的问题，可能是骄傲啦、心硬啦、自私啦、无和睦啦，甚至咱会通讲因足无信心啦吼。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头前是咧讲到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因来试探耶稣基督，伊请因表演这个神迹来互因看。当然是要来掠耶稣基督的即个问题，想要来甲攻击。就亲像因进前捌因为耶稣基督来医治一个富贵负心、佮青眉、佮恶教的人，因就讲耶稣是白西卜，是鬼王派来，是靠着白西卜的力量来赶鬼。像即种的心态、即种的讲法、即种的方式，咱差不多伫逐工拢伫咱即个政治的新闻顶悬会当看到。反倒当另外一方面，咱来看讲，一方面拢想办法来扭曲遐个事实，甲所有的作为拢讲诚做是歹的、乌的、有问题。法利赛人就是即种的形式，因无愿意接受耶稣，一个目睭的囝，出世伫一个小小城市伯利恒，因讲因无法度接受，即个就是上帝的救赎基督。因为无论看到偌济神迹，也是讲听到偌济预言，也是讲因对先知的先知书有偌熟。因总是想办法来扭曲耶稣基督所做的，甲伊的身份。因此，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咱嘛看见，因要求耶稣来行神迹，迄个目的是要来试探，毋是要来看见耶稣的神性。讲较白就是讲，因想要借着看神迹来找麻烦啦吼。即种的家伫门徒的中间，甚至是讲伫即个军队者的中间，检菜早稻真流通也是讲早稻诚侪影响，并且伫暗钱的中间就已经扩散，亲像迄个假冒共款。约瑟甲伊雅各的全家。去到伫迦南地去埋葬雅各了后，因全家佫倒转去伫埃及。但是伊的阿兄却烦恼约瑟，因为老爸已经无伫个伊心内就存迄个报复的心，所以因私底下就议论纷纷，也就亲像即个法利赛人共款，伫安尼自母自处安尼吼。真无共款的是，约瑟的阿兄，因选择用面对面的方式来甲约瑟谈，并且明白来表达悔改的意思。这是甲即个法利赛人真无共款，也是法利赛人做袂到的代志吼。咱定来用俗语话安尼讲，好事无出门啦，歹事传千里。歹代志包括无信心、扰乱的心、害人的、批判人的，也是咱即摆话讲八卦吼，等遮的事拢会点指之道来探开啦吼。而且迄探开的能力是袂输互咱即摆咧面对的武汉的肺炎的即个病菌。
耶稣基督来甲门徒讲，恁着爱提防法利赛人，不但是爱提防因无受到影响失去信心，搁较爱提醒门徒袂当诚做迄个放送头，诚做后一波的传染的来源。咱对即种做法称做预防注射，也是讲咱会当耶稣咧做，亲像咱即摆咧讲的超前的准备共款。医生提醒警告门徒，着爱提防，小心来应付法利赛人的主张甲因所做的事。信心软弱的人，才会比较较容易受谣言，也是讲会影响若是信心稳固的人，比较较袂受到影响。心内刚硬的人，当然是无愿意接受事实，因就选择家己想要爱听的立场去相信，而且去传达即个物件。咱的信心有够坚定吗？也是讲咱要如何来做预防，有好的信心来超前的准备呢？咱需要专心倚靠耶稣基督，专心将咱家己来交托伊。毋通袂记是咱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才是安息日的主，伊才是真正的主，伊是咱的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8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50章15到26节，马太福音16章第5到12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超前部署。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的笑比较简化的这种说法就是恶的笑，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思考，却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面来思考。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可能骄傲，或是他们的心刚硬，或是他们自私，他们不和睦，甚至我们很肯定的是他们没有信心。今天的经文的前面的经文是讲到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基督，请他表演神迹来给他们看。当然他们是为了要抓耶稣基督的把柄，就像之前他们曾经因为耶稣基督医治一位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他们就说耶稣是别西卜鬼王派来的，是靠着别西卜的力量来赶鬼。如同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天在政治的新闻里面都看得到。反对的一方总是想尽办法要扭曲事实，把所有的作为都把它诉说成为坏的、黑的、有问题的。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木匠的儿子，出生在伯利恒那个小小的城镇里面，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人就是上帝派来的救赎，就是基督。因此，无论看到多少的神迹，听到多少的预言，读先知书读得多熟，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来扭曲耶稣所做的。因此，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也看到了，他们要求看神迹，不是为了要证明耶稣的神性，而是要来试探。那么说白一点呢，他们其实就是要来找麻烦呐。这样的笑在门徒之间，在所有的跟随者之间，或许早已成了影响，并且可能暗暗的扩散当中。
就如同酵母一样，在看不见的当中产生了效果。创世纪的约瑟以及雅各全家到了迦南地去埋葬雅各之后，他们全家又回到埃及。但是呢，约瑟的哥哥们却担心约瑟因为爸爸不在了而心存报复，他们私底下议论纷纷，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但是不同的是，约瑟的哥哥们选择以面对面的方式跟约瑟谈，并且明白地表达了悔罪之意。这是法利赛人跟他的哥哥们所不同的，因为法利赛人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我们常常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坏的东西包括没信心，包括纷乱的心，包括害人的意思，包括批判人、八卦等等的事，都会悄悄地扩散，而且其扩散能力可能不输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武汉肺炎的病毒。耶稣基督告诫门徒们要提防法利赛人，不但是提醒他们不要受影响、失去信心，更是提醒门徒们不要成为放送者，而成为下一波的传染源。我们对于这种做法称之为预防注射。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是在做信心的超前部署啦。他提醒、警告门徒们要提防，小心地应对法利赛人的主张以及他们所做的事。以现代的语言来说，要明辨假消息的来源，千万不要受影响，避免成为那个传染者。很多时候，信心软弱的人才比较容易接受谣言。若是信心稳固的人，是比较不受影响的。心理刚硬的人，当然他是不愿意接受事实了，他们就选择自己想要听的立场去相信，并且传递。我们的信心够坚定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提防，做好那种信心的超前部署呢？就是说，全心依靠耶稣基督，全心的交托给他，千万不要忘记，他才是我们安息日的主，他才是我们神迹的主，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